聽講政府喺2019年成立咗特殊需要信託服務，可唔可以講解下服務係乜嘢嚟㗎？特殊需要信託係政府為有需要嘅家庭設立嘅一個可信賴又可負擔嘅信託服務，由社會福利署署長法團擔任受託人。喺委託人離世之後，會幫手管理佢哋留低俾有特殊需要仔女或親屬嘅財產，並按照委託人嘅意願，定期向受益人嘅照顧者發放款項，確保呢啲財產用嚟照顧受益人長遠嘅生活需要。咁邊啲人可以參加呢個信託計劃呢？首先，委託人要係嗰位有特殊需要人士嘅家長或者親屬，本身要年滿18歲，喺簽信託契約嗰陣並冇破產令喺身，同埋要係香港永久居民。以下以家長同仔女為例子，再詳盡講解。至於受益人方面，服務對象係患有智障，包括唐氏綜合症、精神紊亂或自閉症嘅人士，並且必須係香港永久居民，而且通常居住喺香港。而照顧者就係由家長揀選嘅個人或者機構，喺家長離世之後，負責按照照顧計劃去照顧受益人。原來係咁，咁呢個信託計劃嘅服務模式又係點樣㗎？服務模式主要分為2個階段同4個步驟。2個階段分別係委託人在世期間同埋委託人去世之後。4個步驟就係設立信託、啟動戶口、管理戶口及終止戶口。第一個步驟係設立信託，信託辦事處嘅社工會同家長一齊商量有特殊需要子女嘅長遠照顧計劃，估算每月所需開支，仲會一齊訂立照顧者名單。家長要喺律師面前簽署信託契約，並提交意向書同照顧計劃，亦要立遺囑，指明自己離世後會將資金轉入特殊需要信託戶口，並且準備一筆款項作為開設信託戶口嘅首次注資。咁呢筆首次注資有咩用㗎？要準備幾多錢呢？家長喺設立信託嗰陣，要預先準備一筆唔少於由監護委員會訂立嘅每月生活開支上限嘅6個月開支，加埋信託戶口首年信託年費嘅金額，作為首次注資，存入信託戶口之內。當信託辦事處收到家長離世嘅通知，亦即係進入第2個步驟，就會正式啟動信託戶口，並即時用戶口入邊首次注資嘅資金發放俾照顧者去執行照顧計劃。同一時間，遺囑執行人會按照遺囑指示，將資金轉帳到特殊需要信託戶口。我哋稱呢一筆為進一步注資。喺未收到進一步注資之前，信託戶口入邊嘅首次注資就會用嚟支持照顧者盡快開始執行照顧計劃。因為將遺囑入邊嘅資金轉入信託戶口需要時間，家長可以考慮適當提高首次注資金額，以確保喺未收到進一步注資前，受益人仍然有足夠支援。要留意嘅係，每位受益人嘅情況同需要都唔一樣，家長應該因應子女嘅特別需要同埋家庭狀況，為佢哋訂立一份個人化嘅照顧計劃。所以每個家庭所需嘅首次注資金額都會有唔同。另外喺信託戶口未啟動之前，即係家長仍然在世期間，受託人係唔會收取任何信託年費嘅。咁第3個步驟呢？去到第3個步驟，即係信託戶口啟動之後，信託辦事處嘅社工會按照信託契約同家長生前擬定嘅意向書入邊嘅指示，每月向照顧者發放款項，並且定期檢視照顧計劃嘅執行情況，適時提供協助。最後一個步驟就係終止戶口。當出現例如受益人離世，信託戶口內嘅資金已經用完，或者受益人唔再通常居住喺香港等情況，信託戶口就會結束。如有需要，信託辦事處會為受益人轉介合適嘅福利服務。我知道特殊需要信託服務係2026年做咗優化，可唔可以講下有咩改進啊？梗係得啦，為咗更積極回應家長嘅需要，政府喺信託服務上作出咗2方面嘅優化。
第一項就係啱啱提過嘅首次注資金額嘅調整，由以前規定至少要等同監護委員會訂立嘅每月生活開支上限12個月，再加首年信託年費，調低為6個月，再加首年信託年費。呢個優化項目嘅目的咧係希望降低門檻，幫到更多有需要嘅家庭參加特殊需要信託。咁第二項優化項目呢，我好心急想知啊！一直以嚟，唔少家長都有一個心願，就係如果喺子女離世時，信託戶口仲有餘額，希望可以善用翻呢啲錢。所以我哋喺新版信託契約入邊加入咗剩餘基金受益人呢個選項，即係家長可以預先指明一位人士及或一間香港嘅慈善機構作為剩餘基金嘅受益人，喺子女離世後接收信託戶口入邊剩低嘅款項。至於具體安排，信託辦事處嘅社工會喺準備信託文件嘅過程中向家長詳細講解。而家我哋仲特別準備咗精美嘅宣傳單張、申請須知小冊子同埋圖文並茂嘅簡易版本，等大家可以更加容易明白特殊需要信託計劃嘅內容。如果有興趣了解多啲特殊需要信託服務，可以打呢個電話聯絡特殊需要信託辦事處，或者瀏覽呢個網址。如果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同我哋聯絡。再見。